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一则派头有发展的都市，系无核历史评价，未怕无嘛个搭队个才高吼。不过台湾也希望家家抢先一方，吸收行行如古道。新竹样式保留清完整，规模也清大嘅日本式建筑群，如睇新竹监狱，有百年历史嘅新竹监狱同附近嘅日本式宿舍建筑群，通过到落户嘅向用，往入都市建新计划。本来2012年便预算要拆嘅，不过因为新竹监狱含前深度要使起来，规个计划只有停下来。路江也得老建筑，到时就会从北门大街向用，毛毛风本人拆下。地方社团去年6、7月的发起重建计划，新竹市文化局在社会压力下，先屯宿舍群当中嘅烟雾囱只听做视听估计，其他嘅宿舍建筑现时未交本北科大团队来做调查同研究，会参谋限地。新竹市行政同文化中心北起的新竹监狱，成立的日本数位，是台湾第一个少年刑务所，也是全台其中一个最高级的事态刑务所，都经已经有117年的历史的。监狱四面的日本式员工宿舍区。有庭院，有种一道嘅太书诶，保留等高等干舍、一般宿舍、单身宿舍、类型多年，也特别建筑，但是表现出日本特色。乌色的瓦，所谓作为结构，国家体内通风又好看。日本宿舍其实住起来是很有味道的，很好住的。那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日本人是一个温带的一个民族。他到台湾来，亚热带的一个民族，他其实是很怕热的，所以他就在日本建筑里面做了很多，现在我们称为绿建筑啦，通风哦，那个解决那个潮气的问题。展前展开为建设，专内父母内杀出的不当，表现出大个时代的设计观，材料应用的无相用。各时期建筑文化多用呈现，形成的特殊的文化体验。现在其实台湾都快拆光了啦，但是有18栋这样在一起的其实不多。哦，那这个其实是很难得。那日本宿舍为什么要留？当然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当然是日本人在台湾半个世纪嘛，好，那这个算是一个见证啊，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另外一个是它建筑的一个价值。已经有100年历史的新竹监狱同附属宿舍群，都有历史文化保存价值。不过，日本人往日的都市建设计划计划，多多爱拆脱的运命。拆除预算在去年便列下来过后，关心落户发展的地方团体，集体买这个地下基业，开始发通连连沙沙的抢救合同。去年开始，不断的有一些老屋或文化资产，包含像浅园或者很多的眷村，或者是清代街屋被拆除，一直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大家有一种怎么还会再拆的一种积怨跟不满，然后这个情绪到了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预算被编列要来拆这边的地方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情绪在说，我们觉得要来保护这个地方。北门的该楼盖，它已经是我们新竹的一个地标，一个精神象征。它的消失，我觉得对整个新竹市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发出一些声音。那以我的所从事的工作来讲，我可以发出声音的方法，就是我来演一出戏，来关心这件事情。全盛时期，我们共有27栋啊！错，是29栋。战后中油在北边又加了2栋呢。新竹
监狱日本建筑群顺利共主节，当地的表演落幕的这个从古的纪录片片，上映1多人登剧来看。演员带领进行作为落幕的美好的分别演出新竹监狱宿舍建筑群，纷纷的讲等七家的故事。比赛只剩下20栋了，全空对战。就是透过一出戏，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可以让这里的市民、这里的观众，他可以认识这个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应该算是双线在进行。在演戏的筹备的期间、训练的期间，我们抛出的问题，他也是一直在做监督的，一直在，应该是说是在推动市政府，他要开始要有动作，要有回应，要解决问题。经过大家3万的争取下，建筑群当中的演武场，东京的在去年7月的自听组视听古迹。不过其他的建筑群仍是杭客日本文化局认定做需要保存的文化资产，杭客都可能会拆掉。古迹的部分当然就是古迹的，它一定不能再拆除了。其他20几栋的这个宿舍，大概在目前为止就暂缓拆除。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是在研究调查当中，在今年的10月份会完成调查，然后台北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就会提出相关的一些建议，那我们再召开审议委员会来做决定，如何的一个后续处理。佢抓到东西，佢了解新竹监狱，佢到资源关系是完整的一头东西。你推保留一通，也是只见是那个意义，它没有办法去显现出它当初它是一个少年刑务所。你保留一栋房子，一个演武场，你能够让那个后代人看到不改。好，你也讲读册嘞，我是讲坏册嘞，跟摸判法。你好好的，你何必去拆机呢？那我们是期望说，监狱本体跟这个宿舍能够整体开花啦，吼。那因为它是台湾最早的青少年监狱，那我们希望，未来的使用能够以青少年作为对象，哦，例如那个青少年科学馆之类的，因为在台湾就对儿童跟老人的照顾其实很多，我们有很多设施或者是那个节目都是在照顾他们，但是对青少年这一块基本上是空白的。新竹市有丰富的历史背景，是台湾北部清早发展的都市。新竹市的体景应该要让大家看到都市的古气野下同未来。不过在都市开发的压力下，就将落幕的一栋3顶一栋东家就消失了。市政府也不会因为要都市计划，然后就毫无限制的把整个文化资产都铲除啊或拆除啊等等，同时我们也没有预设任何的一个比例，没有预设，只要主要的就是说文化资产是因它有价值，还有它的一个保存的现况良好等等，然后做保存遗火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同时也会尊重古迹审议委员会的一个他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判断和审议，同时也会兼顾都市发展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加春用来听，马萨来听，马萨有资格来听，蛮多都有加车某加车，对不对？那他市长最喜欢讲说那个房子已经旧了，他已经不能住了啊，我们市政府没有钱给他买下来，所以就只好让他拆。那我们要政府干嘛？全世界如果说房子旧了都要拆，我们还有古迹嘛？2012年3月咧，被台湾清早开发的纪录被门太结，无已经咧拆退嚟12件，下後上面門樓要點點嘅唔見退咧，呢度啲新竹市睇嘅居民要出腳先講要動通，要以為家哋愛好好保護記憶當中熟悉嘅都市落幕嘅想法。
新竹市本来喺伫咧台湾，被台湾东区东部落的一只赏识，你看全部变没嘞。今年新竹的火车站100周年，都100年呢。可是你知道，在1994年的时候，本来要拆的，那我们去把它抢救下来，就是叫他说不要拆，我们去办了一些活动、一些运动，然后去叫他说你不可以拆。到现在才有新竹火车站，你看现在留下来了，是不是就是特色？我们自己在新竹长大的人知道说，其实，在10年以前，曾经有一度，当然也因为是市长的关系啦，那也会就办了很多文化的活动，甚至是在古迹或历史建筑都是在那时候陆续的指定或登录，所以其实，在那时候我们整个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的市民或者是学生都感觉说新竹曾经这么一度的美好的，所以可是后来因为换市长以后，就整个黯淡了8年。因政都市爱发展建设，台湾高铁的路网位进度到为本年拆铁的预期。无上都市开发，就听出爱拆铁路网的客，按用嚟做张算兼顾到。也之间的频繁发展咯。新竹市发展开垦到现在大概290几年，将近300年的，它历经了清朝的时代、日治的时代，还有民国民国初年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这种三四种不同的一个阶段，其实它的整个都市的纹理相当的清楚。所以说我们在做整个文化资产保存跟都市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兼顾整个都市的纹理。我一直觉得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啦，那所谓移民社会就是经济为重嘛，台湾早期从唐山到台湾来这一批人，就是为了要拼经济，所以那些历史文化其实是不重要的。但是经历了这么久，我一直觉得我们还是这样子，就说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资产，其实我们没有去珍惜它了。拆掉就拆掉了耶，你再多的钱是盖不回来的。有历史感的建筑物其实很多啦，只是说你要再怎么样，因为都市还是要一直往前走哈，一直要继续的进步。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取舍哈，能够让旧的但是有价值好的东西留下来，但是我们新的往前的脚步也是要继续。过去这方面的讨论其实不多，然后很有限。我觉得一个旧的城市。那个都市更新，它其实不是翻新，而是你怎么样能够把旧的都市的元素保存下来，然后增加，比如说增加它的好的设备，就是比较亲切的设备进来，让大家方便使用，我觉得就够了。往摆估计接送可由政府指定，新市品高做起的路网的，尚可由民间提出申请，经过2年的达标。总算推翻的市政府本单的计划，也当由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将保存下来。像按用的老建筑保留下来过后，唔係一個事件的結束，係一個新的開始。按用的好好運用，同居民生活產生連結，挺重要。当我接触到新制品上故居之后，我觉得文化单位应该要回归到文化本位来，好好的想，我们应该为新竹市民留下什么样的都市的记忆空间，什么样的文化空间。其实我觉得它提供的空间不只是休闲，因为有讲堂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安排非常多的演讲进来，那它也变成了是一个知性的空间。伫新竹市北区嘅新竹监狱日本建筑区伫市中心同丘上區無幾年呢，做得到市政府、洋商博物館、美術館、新竹府茶頭也都景點，規劃咗有特色同採貼歷史意義嘅竹塹文化資產旅遊路線，表現出新竹市豐富嘅文化路徑。如果未來這個地方變成一個藝術特區，可能每一棟有一個固定的藝術家認養。我們如果去那個紐約市，美國的紐約市的 SOHO， 它其實原來是一個倉庫區，海港的倉庫區，它開放給那個藝術家進來創作。有那個區域，現在你到紐約去觀光，那個地方是必去的一個地方嘛。其實它對一個城市的
文化活动或者是观光来讲，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新竹市有丰富的历史资产，日本属为同中华民国政府一开始来台湾的时节，大量的文化古迹，就用都市整建的名义帮人拆清仓。1982年公布文化资产法过后，较无古迹受到破坏的。不过也下又因为都市建成，怪兽又开始伫个产物的。都市建成不应该用开发的名义牺牲太落后的，应该要合乎都市的发展蓝图，更加满足居民对空间的需求，创造的变作真实的文化科技上。